好多人覺得煲湯越耐越濃越滋補，其實呢個諗法真係錯咗，隨時將營養飲成身體嘅負擔。無論係肉湯定係骨頭湯，入面絕大部分都係水，煲得越耐，入邊嘅脂肪、鹽分同埋嘌呤就越濃，嘌呤更加隨住時間不斷上升，好似煲咗3個鐘頭嘅肉湯，嘌呤含量高到嚇親人。尿酸高有痛風嘅朋友，隨便飲2碗已經超晒標，而且煲咗2個鐘頭，維他命 C 幾乎流失晒，B 族維他命80%以上都破壞咗，真係得不償失。其實湯點樣煲、點樣飲先係最健康呢？第一，控制時間最緊要，魚湯大約煲30分鐘就夠，排骨、雞、豬肉呢一類1個半鐘頭就啱啱好，海帶、蓮藕呢啲配料遲啲落，煲40分鐘內就得啦。再煲淨係增加嘌呤，冇營養可言。第二，飲湯一定要食肉，好多人飲完湯就將啲肉掉咗，其實真正嘅蛋白質、鐵質同埋營養全部都喺啲肉度，唔食真係好浪費。第三，飲之前記得撇走面層嗰陣油，起碼少攝取30%嘅脂肪。三高嘅朋友更加唔可以懶，其實大家煲湯都係想補身、照顧屋企人，方法用錯咗，反而令到身體差咗。你平時有冇飲營養湯？留言分享俾大家一齊試下，記得 share 俾身邊中意煲湯嘅朋友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